家好，我是叶水美。今日要来带大家来跳有氧拉丁舞。今日的助教是来自美丽的谢祥义老师，好，还有我们的彭玉玲老师，好，要来带大家一起来暖身。好，请大家跟着我一起做哦。好，两只手往上提，然后合掌往上延伸。好，胸两个 U 片，好，延展。我们数8个拍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弯奏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回正。好，向上延展。好，头看天花板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回正。来，双脚打开。来，将你的手往你的左边延伸。来，我们的臀部，来先左右律动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弯片。好，将你的手延伸到你的右边。好，加上臀部动作，开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完成。来，将双手打开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的手由前面画一个圈，转到后面。好，U 数。好，往上延伸，转到后面。好，一样是一个8拍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加一多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很好，回正。再来，我们来做我们的肋骨。好，肋骨的线条，来，请向右边，膝盖微弯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很好，来，手拿起来。好，在头上交叉放下。好，下一个动作呢？好，我们的手平举往后摆动。当你往后摆动的时候，脚掌要提，脚掌要捏起来。好，向后背。好，脚掌捏起来。好，向下来做哦。好，好，预备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最后一次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很好。来，我们先来做一个双手往上延伸，再打开吐气。好，来，那暖身就都要得位。接下来，我们学习的是前进点踏步，然后后退点踏步。好，前面俺学过的哈，俺的七头记录把律动方式，蹦恰蹦恰。好，点的时候呢，基本日俺学的前进点踏步，点踏步就会有点，有冇？有点。好，前面俺学到的踏步，1、2、3，只要点的时候，七头就出来哦。好，所以现在的点踏步，只要点，那七头就会达成。好，所以我们要点出去的脚，按点，按点，按点，按并。好，换脚，用哦，右脚开始，按点，按点，按点，按并。好，再改一刀，做脚。好，做脚开始哦。好，点踏步的意思就是很多的点，无论你是点前面也是点後背，達到點的時候，你用隻腳做愛出來。好，嗰點的嗰隻腳，千好冇用腳掌，而用腳尖。
好，所以我们的点踏步的意思就是点点点并。好，那前进的点踏步呢，我们会先向前行，1步、2步、3步、4步，行4步以后开始前面点，后背点，前面点，再并脚收回来。好，我右脚退后，1步、2步、3步、4步，同样先后背点，好，前面点，后背点，好，并脚。对，这个压住黑前进点踏步，然后后退点踏步。好，我们改刀哦哈，先用吉鲁巴律动的方式前进，一开始还有放松膝盖，蹦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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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行4步以后开始1点、2点、3点并起来。好，右弯右脚来后退。好，开始1、2、3、4。好，开始先点后背，1点、2点、3点并起来。好，侧面了再跳一刀本太嘎宽哈，左脚开始往前走。好，预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，前点、后点、前点并起来。好，再来后退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后退点，前进点，后退并起来。啊，这个是我们的前进点踏步跟后退点踏步。我们再一次，好，来从前进点踏步开始哦。好，预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，点点点并退后，2、3、4，点点点并。好，这个是前进点踏步跟后退点踏步。再来下一个动作，给手本太改是更简单的，就是原地点踏步。好，先让一步，好，点左片，点右片，点左片，再竖起来。好，弯左脚，点左片，点右片，点左片，并脚。好，先说错了，先点右片。左片、右片，竖起来，这样才对哈。改刀哦。好，原地点踏步，先踏一步。好，从左脚开始踏一步，所以用左片开始，1点、2点、3点收起来。好，就换我的左脚出去了，1点、2点、3点收起来。好，这个叫做原地点踏步。好，原地点踏步，我们再侧面来。跳一次给大家看哈，左脚开始先往旁边跨一步，踏，好，开始前左点、右点、左点并起来，好，换右点、左点、右点并起来，这是原地点踏步。那现在我们前进点踏步做2次，然后原地点踏步我们也来做2次。好，来预备。开始，1、2、3、4，点点点并退后，2、3、4，点点点，加1刀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旁边1、2、3、4、5，好了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这是旁边的，再一次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好，再一次，好，原地点踏步，预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1、2、3，收。好，这是原地点踏步。我们再一次，好，向左，好，
前进后退，然后再加原地。好，预备，开始走，1、2、3、4，点点点点，退，2、3、4，点点点点，再1、2，前进，3、4，再一次点点点，并退，2、3、4，点点点，并旁边踏点点点，并踏点点并，再一次1、2、3，并左2、3，并。好，回到正前方，正前方，我们再一次原地点踏步哈，踏一步，然后就点3次，收回来，踏点收回来。好，这是旁边的点踏步。好，因为这个步子只要手，它给收给哈，做我们提出动轻松哈，再改一兜啊哈，前进开始啊哈，从右脚开始，预备，开始走，1、2、3、4，点点点并，2、2、3、4，点点点，再一次1、2、3、4，点点点，收回来，2、2、3、4，点点点，旁边踏1、2、3，踏1、2、3，踏1、2、3，踏1、2、3。好，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，呀哈，来听的音乐来跳一下。预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开始。走。好，这是好正面的，我们再来侧面再一次。好，1、2，开始走，1、2、3、4，点点点并，2、2、3、4，点点点并，在前。好，旁边踏点点点踏点，再一次踏点踏，很好。再来向后，我们再来演绎一次哦。好，预备，好，1、2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，点点点。这么轻快的舞步，可以帮助大家健康快乐。大家一定要多练习，一天没问题。